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3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反恐，聊一聊恐怖分子、恐怖袭击。为什么聊这个呢？这个最近啊，不是一起啊，有2起或者多起啊，关于这个反恐的这个讨论呢，上了热搜。一个是什么呢？是前不久啊，刚刚结束的北京香山论坛上，中国知名学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严学通教授与一位以色列军官现场这个谈话的视频啊，在网上疯传了，这个引起网友热议啊。这个在对话中啊，以严教授啊当面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位啊穿着军装的啊这个双唇枪舌剑进行了一个辩论，这个让大家啊也见识到了学者风采，还有以色列人的这种似乎啊是无力反驳。这个严学通教授啊，他在指责啊说以军呐不该枪口对准妇女儿童啊，并且啊这个严教授啊说这个以色列政府啊没有权利定义什么是事实。最后啊这名以色列军官呢非常虚心的啊向这个严教授请教讨教，那怎么对付这些恐怖分子呢？只要恐怖分子把人质放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然后严学通教授说我们要联合国的2国方案。大家看视频啊。The real reason of this war is that this is the terror organization Hamas that's still holding our hostages. So the replace the UN, you suggest, sound very smart between countries. What we need to do about the terror organization? My answer is very clear. Yeah. Your military people should shoot the terrorists. The terrorists? Not the children, not the women. When you shoot the children and the women, and you lack legitimacy to carry it out any actions in that reason. For instance, and when we have the robbers get in the bank, they rob the bank, they use the staff and the customer as a human shield. You're a policeman. If you do not kill the staff, bank staff, and the customer, you cannot catch the robbers. How can you do? Do you think you should kill the customer and the staff first? We really do all what we can not to hurt the citizens. You kill more than 70,000 civilians. No, there are more than the terrorists. It's not facts, right? Okay. Really? The fact is not decided by you. The facts is deci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s not decided by your government. Your government have no legitimacy and the right to decide or define what is fact. Okay. The terror attack, the terror organization, what the solution in your way of... My solution is that go to the UN, work with the UN, and agree the two-state solution to establish a state of Palestine. Then you have 2 states, and you can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alestinians together to fight against terrorists. If you do not work with the Palestinians together, you can never win the war over terrorists. But this specific war will end when the terror organization will release all our hostages and will give up his weapon, because we can't stop the war as long as we have the hostages. No, this kind of propaganda have too many. No one believe it. Too many what? Too many. Too much. No one believe it. Except few Israelis. 这个严教授啊，跟这位以色列军官之间啊，这种争论呢，我觉得啊，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很有意思。这中间啊，严学通教授啊，还举了一个劫匪劫持银行的这么个事件，他只是拿这个举例子啊，那意思就是你为了抓住这些劫匪，你能不考虑这些人质的安全吗？你们把人质和劫匪一起打死了，大概这意思啊。我想啊，我们每个人看完这段视频啊，恐怕都有不同的感受啊。一方面啊，你要从严学通的
的角度来说啊，似乎也有道理，对吧？你为了这个恐怖分子，你造成了加沙7万人的死亡，这个代价大不大？这个意义在哪里？你似乎好像他说的也有理，但是你要站在以色列人角度来说，就像这位以色列军官所说的，那我们怎么对付恐怖分子？这个严学通教授说啊，那就是2国方案。我觉得啊，严学通教授这个2国方案能解决恐怖分子吗？恐怖袭击吗？严学通教授的理由就是什么呢？你要成立了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个反恐啊，就是人家巴勒斯坦内政的问题，人家自己去反恐。我们先不提啊，先不说这个严教授说的这个我支持不支持啊，我们再看啊，这正好叫无巧不成书啊。这个胡一进老师啊，昨天发了个微博，他这个微博还真有意思，他有一个配图啊，很简单啊，他这个图上下2部分，上一节呢是911啊，美国的那个大楼啊被恐怖分子的飞机撞上了，冒着浓烟。下面这张图啊，好像是一片瓦砾，这个加沙呀一片废墟。胡一进老师在图上还配了文，对吧？在那个纽约那个大楼下面配的是如果这是恐怖主义，加沙那个废墟上面他的文字是这是什么鬼？然后胡一进老师啊还在发了个评论呢，他说如果上边的叫恐怖主义，下边的叫什么鬼？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今天开始，请世界共同回答，有区别吗？你看啊，从严学通教授跟以色列军官的这种辩论，再到胡一进老师在网上发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就构成了一个递进的关系，就是炮火延伸了。这个严学通教授跟以色列军官他们探讨的还是反恐，对吧？怎么反恐？这个某种程度上还是学术这种探讨，对吧？学者的观点啊。这个严学通教授啊，我对他不太了解，但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啊，我在网上经常就刷到严学通教授的一些这个讲座，还有他的一些采访。我觉得严学通教授是相对来说啊比较客观的这么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学者啊，他是给我的印象啊。当然他这次评论的是加沙，对吧？他不是评论俄乌。但是严学通教授这次跟以色列军官的对话呢，让我感觉啊，是不是啊在香山论坛这种场合，他作为对吧这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这个国内啊为数不多的这种就是比较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认可的这种国际关系学者，是不是说话要小心啊？这是我的一种个人推测啊。第二个呢，对吧？因为这个香山会谈是在国内开的，对吧？国内的媒体更多啊，更容易在网上发酵，所以说一旦他说的不太好的话，那恐怕又是一个舆论事件。所以这是我个人啊比较善良的去理解，是宁左勿右，对吧？跟官方的说法要非常贴切，甚至要左一点更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这意思啊？这是我个人一个看法。或者就是说严学通教授啊，恐怕是马上要退休了吧，想争取啊混一个跟胡一进一样的待遇。对，胡一进老师啊副厅，然后厅级退休待遇，大概这意思啊，就是具体他什么级别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说这种现象啊，就是退休之前再努力一把，再表现一下，然后退休待遇提高一下，对吧？本来是副处，退休的时候按正处这个待遇退休，这个是大家的心知肚明的一个操作手法啊。当然你得有贡献呢，有突出贡献。所以我感觉严学通老师啊，是不是为了这个退休以后能像胡一进老师这样不得已而为之啊？他这个说法啊，我觉得显然是，就是我认为他是站不住脚，对吧？尤其是他在回答以色列的军官，对吧？看似啊无力的访问，实际上是非常有力量的。也就是说，你说这么多，你拿恐怖分子怎么办？他手上还拿着几十号人质，到现在都不放，你们有办法让他把人放了吗？对吧？你们在这坐而论道，你们在这开会，恐怖分子听你的了吗？这人质里面或许还有大国的人。所以我说啊，这个严学通跟以色列军官呢，他们之间还是就反恐在探讨，对吧？无非就是路径，也就是你这个方法太粗暴啊，对吧？你应该怎么样，无非还是这种谈判。我觉得啊，只是说严学通他这说法有点牵强。为什么呢？首先说啊，人质的安危应该不应该重视？那当然重视，我们就是为了救人质啊，营救人质。但是如何把握营救人质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剿灭恐怖这个平衡点，这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每个国家、每个人，对吧？每个团体、每个民族啊，对这个看法还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咱们说啊，这个地保老人，我们一般的对地保老人、对俄罗斯的负面评价比较多一点。你看，但是啊，我对普京啊，对待恐怖分子的态度，我还是比较赞赏的。这个普京对恐怖分子，他说了，
绝不谈判。哎，他就是这么做的啊。所以在俄罗斯国内发生好几次恐怖事件，俄罗斯人是怎么办的？俄罗斯人采取的办法恰恰就是让严学通老师不支持的。俄罗斯人做法就回答了严学通老师的提问。举的例子啊，你看啊，2002年这个发生在莫斯科的叫杜布罗夫卡剧院的这个恐怖事件，哎，但是呢，恐怖分子应该是车臣的，40多名恐怖分子劫持了啊剧院里面观众加工作人员，一共是900多人。这40名恐怖分子啊，他们当时提出的条件是什么？对吧？要跟这个普京谈判，而且他提出的条件是3天内给出答复，并且啊威胁啊这个普京，但凡有1个同伴被打死，他们就杀10个人质。但是就在这种压力下，普京顶住了，坚决不谈判。最终这个事情是以造成105名人质死亡，25名俄罗斯这个特种部队人员死亡而告终。恐怖分子一共只有40名，俄罗斯这边却死了将近130人。严学通老师怎么解释？这还没完呢。2年以后啊，2004年9月份，又是车臣的分离主义分子啊，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又制造了一起劫持，就是绑架人质，绑架的是学生。这次劫持的人质更多啊，是1200多人。最终啊，普京也一样啊，坚决拒绝谈判，然后命令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安全部队强攻，就像那个莫斯科啊剧场的人质事件一样。这一次啊，造成了更大的伤亡，一共是335名人质死亡，其中啊包括186名儿童，就是未成年人学生嘛，而且958人受伤，其中包括639名未成年人，26名儿童父母双亡，只有31名恐怖分子被击毙，1名被活捉。这个关于俄罗斯的反恐还有啊，咱就不一一列举。也就是说啊，严学通老师他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这个在围剿恐怖分子的过程中造成了平民或者人质的伤亡，这个确实让人痛心啊，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但还是那句话，你怎么对待恐怖分子？你想怎么解决？谈判可以，对吧？谈判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甚至啊，人质能安全回去，大家相安无事。但是这个就结束了吗？跟恐怖分子谈判实际上就是绥靖，也就是说啊，他这次目的达到，他下一次还会以这样的手段，还会搞个更大的，恐怖分子只会得寸进尺。对，也就是你为了这次事件，你可以谈判，对吧？让步，达到恐怖分子的条件，让他满意。但是你怎么保证他不在下一次搞恐怖袭击呢？恐怖事件呢？谁能担保他？谁能约束他？而且他这是个示范效应，一旦这个恐怖组织这么干得逞了，对吧？大家都会向他让步，都会妥协，那么别的恐怖组织只会更加恐怖，实际上是一种鼓励。这些恐怖组织它名义上是什么抵抗组织，这个组织那个，实际上他们是将枪口是真正的对象平民老百姓，是无辜的人，他是无差别的。为什么叫恐怖组织呢？如果这样的恐怖组织不得到一个严惩，它会像瘟病一样的传染。所以严学通老师啊，应该引以为戒啊，应该警惕啊！正因为有以色列还有俄罗斯像普京这样的人，绝不跟恐怖分子谈判，你要搞恐怖就把你剿灭，绝不轻饶。这个实际上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安全感，也就是打击了恐怖主义气焰。所以我说啊，严学通老师和以色列军官这种讨论呢，还是说反恐的这种路径，对吧？反恐的方式这种探讨。那么再看胡一静老师这个图片呢，你就知道什么叫坏。所以说胡一静老师跟加州老师能混到一块，确实是啊，这个人性呢，什么叫人性？这么一说，反而说明胡一静老师最近恐怕没少赚了，人性已经完全没有了。他这个跟严学通老师又不一样，他这整个的就是颠倒黑白，对吧？严学通老师还是只是说，反恐的路径，对吧？你这么反恐，造成人质伤亡，造成这么多加沙人死亡，这是不对的。而胡一静老师就整个的颠倒黑白了。他说那个恐怖分子撞纽约的大楼，对吧？那个世贸大厦吧，双子座，他这个叫恐怖的话，那下面那更是恐怖主义。他言下之意啊，这个不就是颠倒黑白吗？这叫人性的坏，这人性中的恶。这个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胡一静老师他居然他前面刚发了一个微博啊，好像那掏心窝子的话呀。什么叫掏心窝子的话？他说啊，说几句闲话。一，做人最底线是不能有害人之心；第二个，高一点，人要有廉耻之心；第三个，再高一些，人要有责任之心。说做到这3点，我觉得做人就基本合格了。当然了，我是从道德层面说的，其他的理想、坚强、乐观、利他精神等等，都是锦上添花的品格料。老胡主
主张积极拥有它们，但如果做不到，我认为也不必被指责，让我们大家共勉。你看，你说这不就是什么叫道貌岸然啊？这就是。所以我说胡锡进老师那个人性啊，就是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的，介于有和没有之间。他说做人的最底线是不能有害人之心。我想这个加藤老师啊，他最有发言权。就是胡锡进老师有没有害人之心啊？加藤老师最有发言权啊，让加藤老师在这说3天3夜都说不完。有没有害人之心？按照严学通老师的说法，你胡锡进老师你自己没有定义这个的权利，就是你有没有害人之心啊？你得别人去评论。哎，严学通老师不就这意思吗？对吧？你什么是事实啊？你以色列没权利定义事实。胡锡进老师啊，你也没权利定义什么叫害人之心。就这一条，胡锡进老师都不一定做到了。然后至于什么人要有廉耻之心，人要有责任之心，那这个廉耻和责任，我可以肯定啊，胡锡进老师所指的廉耻还有责任，那跟大家想象的那个廉耻和责任呢，那恐怕这个差距啊，就好比大家脑海中那个预制菜和西贝的预制菜之间的差距，就是你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嘛。胡锡进老师说的廉耻，说的是责任，跟咱们说的廉耻和责任不是一个东西啊。就像西贝说的预制菜和咱们说的预制菜，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害人之心、廉耻之心、责任之心，实际上通过胡锡进老师这张图片和他的配的文字就已经啊叫昭然若揭啊，非常清晰。他连这个都能混淆。911对这个双子座的这种恐怖袭击，以及以色列对吧，在加沙采取的行动，他把混淆。在他看来，第一个啊，胡锡进老师他不承认911是恐怖主义。哎，他说了，如果这是恐怖主义，那言下之意就他都不承认这是恐怖主义啊。我不知道胡锡进老师他知不知道那个当时出事的时候，那911大厦里面那个双子座大厦里面还有你的同胞啊，你的同胞是恐怖分子吗？你的同胞在里面上着班，然后就遭此横祸。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这些道貌岸然的人，他天天啊这个大言不惭大义什么国家，但是唯独对自己同胞一点爱意都没有，一点什么同情之心都没有，对吧？他宁愿同情哈马斯，他不同情哈马斯抓的那几个大国的人，他也不同情哈马斯打死的那几个大国的人，那些跟他没有关系。你看这些人他叫廉耻，这些人还谈什么责任？这不就是笑话吗？你首先对你同胞负责任，对吧？你对加沙儿童负责任，这个好，对吧？你层次高，但是唯独不对自己的同胞负责任，这叫什么呢？这叫廉耻是吗？啊，这叫正义是吗？这叫责任是吗？他歪曲事实，对吧？质疑911是恐怖事件、恐怖袭击。哎，他把下面那一堆瓦砾啊的废墟，哎，他说这个叫恐怖。那俄罗斯天天轰炸乌克兰的那些大楼、那些民用设施，那叫什么？你看看巴赫穆特，你看一看什么马里乌波尔，你看看那么多小镇，什么卡索菲亚尔，早就成为一片废墟了。同样都是废墟啊，加沙这废墟里面是有恐怖分子。胡锦老师回答一下，巴赫穆特、卡索菲亚尔、乌克兰那些废墟有恐怖分子吗？好了，胡锦老师他不关心同胞，他关心加沙的妇女儿童，那他是真的关心吗？好像也不是啊。为什么呢？实际上哈马斯对加沙平民的杀害残暴，胡锦老师批评过吗？他当作看不见呢。在加沙的哈马斯随意杀戮平民，一个头领宣布说杀就杀，对吧？对那些不听话的加沙老百姓，对那些加沙老百姓去抢，对吧？去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救济粮、救济物资的时候，那哈马斯是随意开枪，枪毙时还要对人身进行侮辱。也就是要知道他是恐怖分子，他对平民他是无差别的，他可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人还是什么阿拉伯人还是巴勒斯坦人，他只要达到他目的就行了，恐怖，让你害怕，让所有的人害怕。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视频，对吧？那些哈马斯在加沙拿着枪一个一个的枪毙，直接就倒到坑里面，那个视频非常多啊，这个太血腥，不敢看了，对吧？让那些加沙的那些不愿意跟着哈马斯走的那些人，就是不支持哈马斯主张的人，反对哈马斯的人，把他们绑上手，把他们的眼睛蒙上，让他们往前走，前面就是一个大坑，因为他看不见，手又绑着的，他们没办法就往前走。等走到坑边上的时候，一个哈马斯的人拿着枪就上来补一枪或者2枪或者是一梭子，人就掉坑里了。就是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竟然有人支持哈马斯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已经脱离了人群，泯灭了人性，已经回到了妖魔之中。就这样的人他还好意思说做人底线？我觉得做人底线是最起码你不能支持哈马斯啊，这是底线。显然胡锦老师他这个底线比这个还要低。表面上看哈马斯绑架了，对吧，200个人质，这个人质来自世界各地既有以色列人，也有美国人，也有俄罗斯人，还有印度人，还有大国人。表面上哈马斯绑架的是200多个人质，实
实际上他是绑架了整个加沙城，都是他的人质。国际社会跟哈马斯的谈判也不是一轮，对吧？在埃及的斡旋下，已经谈了多少轮了？他不愿意放人质啊，他提各种条件呢，不是说啊像普京一样，普京就坚决不谈，免谈。这个以色列，对吧？至少刚开始他还是愿意谈的，对吧？在拜登的这个协调下，后来在特朗普的这个协调下，他也是以色列还是谈了的，但只是哈马斯他的胃口越来越大，就是你越让步，人家越要得寸进尺。就是问严学通还有胡锡进该怎么办。严学通说啊，两国方案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啊。联合国的两国方案，包括这个现在啊，英国、法国、加拿大，对吧？很多国家都在支持，还有德国，还有俄罗斯也支持，对吧？大国也支持。现在反对的好像就几个国家啊，就是美国、以色列还有几个国家。那咱们肯定是支持两国方案，但是两国方案和以色列反恐，我觉得这个没有必然的这种矛盾，这是我的观点啊。就是我支持以色列反恐，他不仅要在加沙反恐，谁要收留哈马斯，他就打到哪里，炸到哪里，他就用他的手段清除哈马斯。我觉得这个我都支持，这就叫犯强悍者虽远必诛。对恐怖分子，你随便藏到世界上哪个角落，那必须要，对吧？追杀到底，不管你躲在哪里。我这个是非常支持以色列的，但是支持以色列反恐和两国方案，我觉得不矛盾。以色列也不能以反恐为名反对两国方案，这个是以色列不对。这咱们要就事论事啊。我支持以色列反恐，但是我不支持以色列以反恐为名义，对吧？反抗两国方案。我也不支持以两国方案为名反对以色列去反恐，这个也是行不通的。所以说，在我的观点里面，反恐是反恐，两国方案是两国方案，可以并行。任何把它对立起来的，那都是不对。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啊，这个是鲍鹏山老师啊，他讲的这个诡辩，大家看视频啊。一个人偷了别人的李子和桃子，我们都知道不对的。但是攻打别人的国家，为什么我们又觉得他对了呢？因为他会有很多的说辞。我不打你，那你危害了我的安全呢？因为你们这个国家危害了他的安全，所以他攻打他了吗？所以他打他是有道理的。完了，就是你的存在是对我的安全的威胁，所以我就把你要灭了。那反过来讲呢，我们可以给他辩护啊，他为什么要打你呢？为什么把你灭了呢？因为你有可能你明天要灭他哦，所以他今天提前把你灭了。他提前把你灭了，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你明天可能要灭他。你看是非混淆了吧？所以墨子在这提出一个振聋发聩之问：你这样思考问题，你是真的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墨子是先秦诸子中的逻辑学成绩最好的，他发现了这么一个在逻辑学上的经常被别人使用的一个狡辩的逻辑：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之矣。没问题吧？那墨子接着说，就照着这个逻辑推下去，杀10人10重不义，必有10死之矣；杀100人100重不义，必有100死之矣。当此天下之君子兼执而非之，谓之不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杀人是不义的，杀10个人的罪过超过10倍于超过杀1个人，杀100个人的罪过10倍于超过杀10个人，没问题。但是今治大为不义，马上换一个，攻打别人的国家呢，攻国则复之非，从而御之，谓之欲。还跟在后面表扬他，说他干得对。墨子做了个类比：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看到一个黑的说是黑的，看到很多的黑的他就分不清了，他又是白的了，则必以此人为不知悲哀之辩矣。那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实际上是不能够分辨黑白的。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我们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实际上是不能够辨别甘苦的。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御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所以啊，今天天下的那么多的专家呀，砖头的砖，他们真懂得是非的区别吗？他们不但自己不明白，他们还到处胡说八道，把老百姓也搞不明白了。所以今天的专家被别人讨厌，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也是活该的，因为他不坚持基本的良知。他的专业不是让他能够更好的阐发良知，他的专业让他能够混淆是非。太多这样的专家。所以你看啊，结合鲍鹏山说的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倒接受啊，严学通他还是在一个反恐的技术层面一种探讨，对吧？只是他这个方案我觉得行不通啊。但是你看胡锡进老师那完全就是颠倒黑白，就是失去人性。所以你看胡锡进老师他是头部鹅粉呐，头部黄鹅，没毛病啊。你很难保证胡锡进老师没有害人之心。他所说的他没有害人之心，不过是自我感动和自我辩解。至于廉耻和责任，这个就
就免谈。最后啊，我们再借用明末啊大儒顾炎武的话，后来被人改了啊，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天下并不是一个国家，顾炎武所说的天下是指的道，或者我们把它说成道义，或者你理解成正义，实际上就是道义啊。天下兴亡，亡天下实际上就是道义亡了，实际上就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人类文明的倒退实际上就是善恶不分，丛林社会，荒漠化，让强权和暴力啊成为唯一的秩序。现在有很多人啊对道义对正义不屑一顾，什么没有什么永久的朋友啊，只有永久的利益，对吧？什么道义有什么用啊？最终还是看拳头，看实力，看实力的背后最后还是看利益，对吧？现在都是这么充斥着这样的，对吧？符合咱们的利益，哎，道义就可以不顾了。哎，现在是不是网上充斥着这种声音啊？对吧？动不动就是我们国家之间的利益，哎，只要符合我们的利益，那道义放一边，什么道义不道义啊？这样的利益不可能长久，对吧？不讲道义的利益啊是不会长久的，没有可持续性，也会遭到人的这个唾弃。道义啊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保护每一个人的盾牌，它是保护每个国家，保护富人也保护穷人，保护政客也保护清洁工，保护警察也保护乞丐。所以当这个世界啊失去道义，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现实的这个景象，对吧？我们的课文上啊，儒家说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应该这么说的吧？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那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嗓门越来越大，他们生怕世界不知道他们在支持乌克兰，哪怕是援助乌克兰几辆救护车，他都要大声的疾呼；哪怕是给乌克兰援助一架飞机啊、直升机，他也要大讲特讲。支持乌克兰的国家越来越多。再反过来看俄罗斯呢，现在除了一个国家公然啊，或者就两个吧，两三个公然支持俄罗斯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敢站出来说我就支持俄罗斯，没有，因为都知道什么叫道，对吧？除了那朝鲜还白俄罗斯这种国家，那叫破罐子破摔呀，对吧？其他的国家你看看，不仅自己不承认，一旦别人说你在支持俄罗斯，那马上就跳脚骂。为什么跳脚骂？因为胡锡进老师说的廉耻之心，那这些国家还有廉耻之心啊。当然胡锡进老师不一定有啊。你看看，一旦比如说有人说伊朗啊，你支持俄罗斯，伊朗马上就骂，他没有，为什么？那就是至少说明伊朗这样的国家，他也有羞耻之心呢，他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只是嘴硬。所以你看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从这个现象就知道道义在哪边。所以那些瞧不起道义、嘲笑道义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轻蔑的那些捍卫道义的人呢，是在默默的守护他们安全和尊严。如果世界上没有人为道义而战，总有一天大家都会亲身体会到，失去道义意味着失去一切。乌克兰的抵抗侵略是道义，以色列反恐也是道义。越来越多的国家啊，像英国、法国一样支持两国方案，但是啊，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仔细看，这些支持两国方案的这些西方国家都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哈马斯是恐怖分子、恐怖组织，要排除在两国方案之外，而且要求哈马斯放下武器，释放人质。很多人不提这个，实际上啊，大国最近也参加了什么？加入了叫纽约宣言吧。这个纽约宣言就是要求哈马斯放下武器，释放人质，有这么一条。也就是说，大国也要求哈马斯放下武器，释放人质。现在问题是你这个纽约宣言，你对哈马斯有约束力吗？我想起了这个有一句台词吧，如果道歉有用，要警察干什么？对吧？如果你这个纽约宣言有用，那也不需要以色列去打呀，正因为它没用嘛，所以以色列只能采取这种形式反恐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